跟住咧就會講下機構文化同推動資訊科技策略嘅模式嘅。咁啱啱就講過學習型機構嘅機構文化啦。咁跟住咧就會講一講唔同學校嘅資訊科技應用推行策略同埋模式咧都會有啲唔同嘅喎。咁都會影響咗啦呢一間學校嘅創新嘅效果嘅喎。咁模式咧大概會有3個嘅。首先第一個啦就係科技採納模式，第二個就係催化融合模式，第三個就係文化融合模式。首先介紹下咩係科技採納模式先，其實就比較簡單嘅，就係譬如我要推行資訊科技嘅應用喺幼稚園當中啦，咁老師就要達到指定嘅科技資訊應用嘅水平啦，要識得用 smartboard 啊、iPad 啊或者 Panel 咁樣啦，所有嘅老師咧都要識用 Panel 咧，咁就可以咧提升翻小朋友嘅學習興趣啦，即係科技採納模式呢個成功嘅關鍵就係喺老師對於新嘅科技嘅接受程度同埋佢哋嘅培訓嘅質量啦。咁學校嘅文化如果係強調創新同埋學習嘅，可能要安排啦小朋友去做一啲 online quiz 嘅，咁樣可以減少老師嘅批閱咁樣啊，就會係需要老師嘅配合啦，老師咧都需要有足夠嘅知識同埋能力啦，先至可以促進翻科技嘅採納嘅。而第二個啦，就係催化融合嘅模式啦，主要集中喺課程上面啦，例如頭先所講要運用多啲資訊科技嘅，咁運用資訊科技嚟學習啲乜嘢啊？即係我哋要將應用資訊科技嘅呢一個策略咧，擺落去學校嘅目標當中啦，配合翻學校嘅願景同埋內容嘅喎。例如，我想運用資訊科技去提升翻小朋友嘅閱讀能力喎，咁我就要考慮翻用啲乜嘢嘅課件去做呢一個教學啦，同時亦都點樣去俾小朋友自己去學習啊？有啲乜嘢課件係小朋友可以獨立去使用得到啦？同時亦都要關注翻呢個個別化嘅學習，係唔係所有小朋友都適用嘅咧？如果小朋友能力比較弱嘅，又會採用啲乜嘢嘅資訊科技去提升翻小朋友嘅閱讀能力咧？咁所以主要諗嘅位就係課程當中如何去應用呢個資訊科技啦，所以咧就比較係強調喺科技啦同埋教學內容之間嘅融合嘅。咁老師啦就唔再係淨係識得用資訊科技就得咯喎，仲需要將呢一個資訊科技咧整合喺個教案或者一個教學嘅計劃當中啦。同學校嘅共同願景同埋團隊學習嘅文化喺呢一個過程當中咧，起咗一個關鍵嘅作用啦，可以促進翻老師之間嘅合作同埋交流嘅喎。咁呢一個咧就係催化融合模式啦。第三個啦，就係文化融合模式。文化融合模式咧，就唔係單單靠領導者去主導啦，而係老師去主導呢一件事嘅喎。老師要明白先至會去做一件事，去推行呢一件事嘅喎。所以學校喺文化上面，佢對於創新啊同埋學習，要抱住一個開放嘅態度啦，同時亦都要重視翻老師嘅專業發展啦，同埋支持嘅。咁所以啊，老師喺文化融合模式當中咧，係一個好關鍵嘅角色嚟嘅。總結一下呢3個嘅模式啦，咁其實機構文化嘅營造啦，對於資訊科技嘅應用同埋小朋友學習嘅創新啦，係好重要啦。良好嘅文化可以促進翻老師嘅接受程度、合作啦，同埋創新嘅。而呢一啲嘅文化咧，亦都會直接影響資訊科技推行嘅策略同埋選擇啦，而且咧，亦都直接影響住咧呢一個實施嘅效果嘅喎。咁所以咧，提升翻機構嘅文化啦，特別係培養學習型機構嘅特質咧，都可以有助推動學習創新嘅成功嘅。